声音往上推，声音往上推，一个小时声大一点，谢谢，1小时声音大一点，谢谢。 音量再大一点，让它爆掉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算了，
小兄再用力一点怎么样？再用力一点怎么样？放一首，放一首。就是真的不像看 battle， 像看一场表演一样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公布了，就是请举手。来。OK， 哇，2014，国立上海，这是我们 Up-Running 的赛事，经过2天的对战，谁可以获得我们的冠军？Let's